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本地广播性的德国 BNT 疫苗已经回心转意，讲要配合台湾。另外 ，COVAX 分配到的 AZ 疫苗后礼拜公布运送细节。桃园病院群聚感染事件已经继续拜五开始的分阶段恢复，因为国内疫情稳定，台南咸水芳雅炮改做小规模举行。日本东京奥运组织主席新希望因为其妇女性言论说来落台，想要到换一个有性骚扰案例的桥本圣子来接主席。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增加2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进前无讲成功的德国 BNT 疫苗，竟又个回心转意咯。德国 BNT 疫苗昨暗咧发表声明表示讲，愿意提供予台湾 BNT 武汉肺炎疫苗。指挥官但是中也表示讲，希望本地合约会当继续来完成。因也讲到 COVAX 所分配到的20万剂 AZ 疫苗，后礼拜公布相关的规划。但是中也强调讲，爱看世界各国注疫苗的状况，甲病毒变种的速度，看办势可能爱定下到明年初，全世界才有机会解除封锁。德国生技公司 BNT 17暗透过媒体发布声明，承诺将向台湾提供新冠疫苗。对此，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乐观其成，希望原来合约会当继续完成。本来在上一次基本上的合约已经要完成了嘛，双方已经就各方面合约的内容都已经达成共识。那只是我们现在最后把合约送过去，他们觉得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还要再研究，所以就延宕下来。那现在他们有表达这样的一个善意那我们也觉得非常欢迎。另外，剂量敢是500万剂，但市长表示，等签合约了后，才向大家报告。也毋过强调，一直甲 BNT 总公司有来往，甲上海复星代理无直接接触，也甲德国车用晶片需求无关系。另外，疫苗全球处理机制 COVAX 所提供的20万剂预定 AZ 疫苗，预计后礼拜公布剂量甲运送时程。下个礼拜会知道确切的数量。实际的日期的时候，那时候会，并不是说下个礼拜就会送来。随着新冠疫苗到尾9月开始做，有国内工会专家分析，10月全球有希望解封，也毋过，但市长认为未遮尔紧，至少爱等到明年初才有机会解封。经济能力比较好的，大概现在陆陆续续3个月到半年都会取得他们比较在今年所需要的疫苗，然后接下来才会陆陆续续到经济状况比较没有那么强的一些国家去，都要看看说整个对于变种病毒的一个相关变异的情况，这2个如果都算是顺利的话那至少我认为要到明年初了才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市长表示，台湾除了 COVAX 的 AZ 疫苗，第2季也有无共抢卖疫苗陆续来台。在国产疫苗方面，之前已经签订500万剂个月合约，加500万剂开税合约，未来在安全有效前提，政府愿意扶持国产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病院进前发生群聚感染事件，经过众人的拍拼，尽大家也拢平安咯。对明仔载开始就会当恢复运作啊。指挥中心表示讲，会分阶段，予桃园病院恢复本地运作。隔离病房暂时无要收确诊病例。来来去去看诊的甲提药的病人，桃园病院群聚案告一段落。19将正式归队防疫电线。回归前1日，病院各部无用最后重启装备。看诊民众也希望桃园病院会当赶紧恢复正常营运。还是只能够拿药就是一个医师要拿好多颗的药，大家一个医师要看几百号，希望这个赶快过去了。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桃园病院整体监控甲防疫作为拢无问题，也毋过未遂恢复到发生院内群聚前的营运规模，采取一步一步恢复运作。隔离病房暂时无开放，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收治，专责病房也缩小规模，逐步的来恢复。那尤其在目前我们在第1步里面应该是隔离病房，隔离病房目前还先不收。那至于在这个专责的病房，我们也先缩小规模，然后逐渐才放大。但是中也讲到，即摆部头恢复正常营运重点伫安怎落实分层分流，甲专责病房独立运作。
另外，针对院内员工甲院方人员，拢爱落实体温监控甲检验制定期的电子化作业。记者综合报道。过年的连续假期已经结束啊，真侪人要开始出国读册食头路。不过配合检疫规定，就要提供3天以内武汉肺炎的体检阴性报告。规方市也配合政策，开放自费采检的病院。过年期间，逐天的名额拢互民众是抢了了。开工了后，这几天排队要做检验的人，队伍也是排甲长龙送。到病院做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验，到伫美国高小姐原本当台湾探亲，受到疫情影响，已经留伫台湾年外，决定农历春节过后登去美国，算好时间伫礼拜日坐飞机进前，提前预约自费采检。我要检查，因为我要回美国，72个小时那个飞机出国以后才可以开始检查。配合各国国家检疫规定，民众对国外工作或者是学校，要有3天内核酸检验报告。因为春节期间大部分的病院休困，高雄市立明星病院配合政策提供自费采检服务。尤其初二开始，逐天现业将近100人，逐天预约爆满。恢复上班后，佫出现排列的人。要回美国再去工作，有预计要去国外念书，所以才会来做医院做自费采检。去行10点钟，一般行至4到30点钟。民生病院统计，连假7天自费采检542人，比平常时逐天20到30件增加真多。病院也提前因应增加真多。在年前有预期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我们大概在采检的人力哦，还有另外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检体采集完毕之后要做的这个检验哈化验的这个部分的人力哈，大概都有增加了1倍的一个量能。高一为30到初3也开放自费采检，也是逐天爆满。初六开工了后，逐天的限业拢超过100人，已经预约到礼拜日。高雄中街逐天限业30人，同款也是逐天爆满。记者综合报道。元宵特别到了，本地有真侪活动，今年因为疫情全部取消啊。不过国内有疫情是渐渐稳定，伫台南咸水的蜂仔炮特别恢复举办咯。不过规模会缩小，限定庙方的人员才会当参加，无开放互民众甲观光客入场。台南百年民俗活动咸水蜂仔炮今年受疫情影响，传出停办，引起当地人反弹。台南市负责人甲咸水保镖参详了后，做出决定，减少规模无绕境，蜂仔炮伫元宵节集中伫咸水各中放。台南市长黄伟提表示，无设置炮台，也无开放民众入场，只有庙方工作人员沿徛名册进入。因为释放的时候避免群聚，所以一般民众就不开放入场。整个的民俗活动。我们尊重庙方的这个做法，看缩小规模让这些炮城不要一整年就很危险放在他们的家里。主办单位爱遵照疫情指挥中心指示，提报防疫计划。黄伟提强调，爱兼顾地方民俗活动甲防疫。不过，咸水蜂仔炮本意是赶走瘟疫记号。当地人表示，若集中放意义无大，无钱条都无钱条。不过，也人指出，疫情期间身体健康上重要。传统的文化我一定爱放，袂当讲传统文化我若断去，就无意义啊嘛。对。日本时代人嘛是安尼放啊。要听政府的啦，对啊，因为毕竟如果被疫情影响的话，我们生意又变更差了啦。蜂仔炮19开放登记，民众是赶紧绑蜂仔炮，庙方工作人员会翕相存证，搁由消防局检查合格才能放。不过以前2天绕境放炮声，即马只有1天，而且取消绕境。黄伟提表示，疫情过后，明年会办搁较大的。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美国上届新的研究发现，英国的武汉肺炎变种病毒和美国加州变种病毒合作伙，变做另外一种新的变种病毒。中国学家烦恼讲，无的确会搁较高传，搁较歹治疗。但国内专家也表示讲，对桃园病院的感染事件来看，变种病毒对老大人较不利，甲病毒压落的时间恐惊会拖搁较长。新冠肺炎全球确诊人数已经破1.1亿。美国上新研究发现，感染率增加70%的英国变种病毒株，甲美国加州变种病毒株合体，形成新的变种病毒组合。科学家烦恼，这种新组合恐惊会使得新冠病毒的传染性甲抗药性更较强。对此，国内专家表示，为保图根据验出美国加州变种病毒来看，
对少年族群影响无大，也毋过对年老较会受影响族群，可能变成阴性时间会更较长。它同时涵盖第6亿4句一个特色，到目前看起来好像暂时除了部分年老易受创族群的一个重症之外，好像针对这些年轻的医护人员，好像它的影响不大。此外，有国外媒体报道，美国辉瑞药厂 BNT 实验室上新研究显示，有高度传染性的南非变种病毒，可能会使得辉瑞 BNT 新冠疫苗抗体保护力降低2/3。国内专家认为，关键就伫病毒变化位置。如果你这个抗体是它变的位置是在接触点，就是钥匙跟锁的接触点产生变异的话呢，影响就比较大。专家强调，全世界无任何一支疫苗是100%有效。虽然病毒继续咧变化，也毋过主疫苗也是有一定的保护力。何况辉瑞疫苗是属于血糖血栓疫苗，只要更新病原体基因序列，无定到短期内就会有更较新版的新冠疫苗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讲，美国白宫经济顾问迪斯有写批予咱的经济部长王美花，讲内面写着感谢台湾提供车用晶片，解决欠缺的问题，也希望台湾会当继续协助美国晶片的部分。不过王美花下晡也讲到讲，目前是犹原还未收到批信。不过根据伊所了解的，台湾的半导体业者有伫咧斗相共，全世界汽车厂拢有受到台湾的利益。事实上，我们还没有收到这个信，所以不太知道这个有没有这封信，那信的内容是什么？经济部长王美花悄悄的海头，因为皮普社登顶外国媒体十倍报道，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迪斯发函感谢台湾的经济部推动解决全球汽车晶片欠缺的问题，嘛希望台湾继续协助美国来摕到晶片。引起大家讨论，若是王美花坦白讲，还未收到批，不离个嘛指出，前日找国内半导体业者开会了后，厂商想办法斗相共，全球车厂的状况已经有得到改善，毋过全球的晶片拢无够，也是长期的问题。高度运算的问题也好，5G 也好，电动车也好等等。都增加了很多晶片的需求哈。受到疫情的影响，去年各个风险停工，车厂预计汽车的销量会减真济，转来促销晶片的订单。毋过，伫个小连锁解封了后，汽车的需求快速增加，致使车用晶片大欠缺。德国、日本甲美国的政府拢要来甲台湾要求斗相共，佮加上最近美国德州受到暴风雪，致使当地半导体大厂各一届封闭来停工，欠缺状况是更较严重。王美花指出，台湾是以合作的角度来帮助全球的产业，让世界会当看到台湾。主要的这些先进国家包括欧洲、美国、日本，其实都有这种车用晶片的这种高度的需求。那所以说这一部分呢，刚好是我们台湾呢在这个半导体的战略位阶非常的重要。专家分析，全球针对车用晶片的需求，伫第3季进程拢会继续增加。台湾半导体产业若是会当互车用晶片顺利出货，会当加速全世界的经济恢复。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减少美国300种猪肉进口冲击，蔡政府要用100亿的市值基金进行企业的升级转型。行政院今仔日公布基金的用途，4年会开128亿3000万，其中有40亿会用伫屠宰场现代化、肉品冷冻链的升级。农委会也表示讲，头起先会伫家己铺主建立一个冷冻链的示范点。政府开放进口内地，5月以来也无内地入来。若是台湾人对国产猪肉是更较捧场，消费量比去年同期是加6000吨。低价崩盘的状况并无来发生，毋过政府所保证的100亿市值的基金，也是照计划伫推动。再去农委会去行政院报告，确定4年会投入128.3亿，其中有要1/3的部分要用伫咧推动屠宰场现代化，还有肉品冷链技术升级。我们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持我们的一个食品安全，对于安全更加有保障。保证的肉若是太好了后，大部分拢是直接送去市场内卖。几个点钟落来，生菌的数量会增加，为着要产业升级，农委会利用基金，先伫咧家己铺主来打造冷链的示范点，来去大型屠宰的冷冻设施。肉片甲要杀的猪，拢需要冷藏还是冷冻，运送的过程嘛同款，来建立肉片的冷链体系。我们希望能够让整个冷链
售的一个运销体系，从现有的30%增加20%，达到50%。我们是乐观其成的，只是我们会希望可以的话是应该能够再多加码，在实际真正就是协助我们产业升级跟设备改善的方面的这个预算呢。百亿基金内底嘛有34.8亿元，超占2%，是要用来辅导市场现代化转型，补助地下更新、建置污染防治等等的新设设施。虽讲农民希望设备补助会当搁加额，毋过农委会强调讲，若是冷链系统会当建立起来，通好增加15%的冻存量，嘛有利产销调节，其实就是伫咧保障猪农的收益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台中东区复兴路4段甲台中路口，今下晡2点左右，新中加速公司正在进行台广线的工程，却向发生加速导火意外，造成4个人烧烫伤，其中一个姓董的查甫员工上较严重，有15%的烧烫伤。加速公司表示讲，作业流程拢照 SOP 伫咧走，也会配合劳安单位进行调查。穿感色衫的工作人员伫做加速管线作业的时阵，被熊不出来火烧伤，痛苦坐伫路边等待救援。下晡1点56分，台中市东区复兴路4段甲台中路口，新中加速的外包单位伫做乌加速管线障碍排除，可能排气无完整，佮加上作业引起火花，一耳目就烧起来，造成管线坑道内底姓董的查甫人骹手甲面15%的烧伤，其他伫附近的3人腰面甲骹手3%到4%的烧伤。新中加速强调，时间符合流程，完全是意外。目前怀疑是石块或者是铁块的碰触之下，造成残余的天然气有散燃的状况，是有按照作业的程序在做，所以这个里面的密度那个天然气密度其实是很低的。附近居民听到轰击声，赶紧出来看，发现有火，赶紧特别火器来拍火。上去半点钟进行，都闻到真高的加速味。这一次见到了才知道，原来这么危险。我看到火，所以我拿灭火器出来。这场公安意外造成4个人烧烫伤，送中国府医急救，好佳在拢无性命危险。台中市劳动检查处会针对现场是毋是有落实公安作业流程做调查，确实违反相关的规定，会依法处罚，也要求改善了后才复工。第一个，如果有发生燃烧，它是有防护设施，避免劳工被烧烫伤。第二个就是他们也没有那个瓦斯的检测仪器去判断到底瓦斯的流量。新中天然气公司也表示，会配合劳安单位调查，也赶紧完成路面复原的善后工作。确实有标准作业流程无完善的所在，也配合改进。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天气较无稳定，气象局继续发布强风特报，警报范围包括着绿岛甲兰屿，海上阵风有够高级，要出海民众就要特别注意。第17有一只往回台东兰屿的客轮，为着要闪开大风影，本地下晡才要开的船帮该队早起就开船，不过开到半路也是一直摇，甚至船内面的天棚也落落来，甲游客惊一跳。自透早停伫副公司港码头的客轮，全身明显浮起浮落，港内会当感受到风影真强。也毋过，14伫风影真强前，来往台东南屿的一只客轮为南屿开船登台东，想要到伫海上拄着强阵风，全身一度起落海甲真大力一片天棚落落来，船顶乘客惊到，小朋友也惊到哭。东西掉下来，天花板震得很厉害，整个那个天花板的那个整个掉下来，全部的人都在惊吓这样子。客轮业者表示，因为气象预报17下昼，历史南岛海边风影真强，所以将原定下昼为南屿开回台东的航班提早伫中岛前开船，船顶载114名乘客。船员讲，这只客轮去年7月才做好家庭航运，船顶装备拢是新的。落落来天棚可能是装电火珠较重，突然拄到3至4米悬的大影，船身断了海，才会落落来。是装饰用的东西，所以重量比它是稍微重一点，但是它是有电线，一些装饰是勾住的，理论上是不会砸到人体。乘客讲，船员等到航行到平稳的海域，才将落落来天棚装倒转去，也向乘客回示咧。船公司表示，会阁全面检查船顶的装备，袂阁发生物品也是天棚落落来情况。记者综合报道。
有真侪民众拢捌去过台雅度假村佚佗过，不过近日逼出违法经营、占用国土的问题。创办人的后生出面指控讲，新的经营团队唔互老爸落权，甚至是老爸过身了后继续违法做原住民保留地，甚至是胡乱开发土地。不过讲这个南投县政府也是咧斗相共暗砍事实。泰雅度假村有诺亚区温泉天空步道等各项设施，也主打会当体验原住民文化，是南投有名的观光景点。也毋过创办人后生高民树指控南投县政府涉嫌包庇新的经营团队，违法续租原住民保留地。乡公所和南投县政府连理都不理哦，然后讲东他回西哦，扯来扯去扯到最后就是说没有这回事。诉愿官司以后，他才告诉你说啊地震了。都遗失了，这不是乱扯吗？几日摆到政府机关调资料局调无高民署，指控公部门护航新团队唔但安尼，也讲批评因随意将园区土地乱垦乱造，擅自使用非度假村国有地做停车场，搁疏失规例，踏着居民上山的道路。那你要变成一个停车场，你必须要把那个拨坎了全部推平嘛。洪水一来，然后这个这个什么大水灾一来，这样流失，他们就会被冲刷。崩塌的话，你要追究啊，去追究说当初是谁弄的、谁动的，完全没有人追究。想起30年前，高民署讲，父亲高爱德当时为了发扬原住民文化，才向县府申请承租这块原住民保留地，开发成立度假村。当初因为财力不足，找外部投资者介入，权力却互架空。高民署指控，明明1995年合约到期，泰雅度假村都未当个承租，却也是继续营业，一直到1997年业者才释法，重新签订续租。等于是政府机关有2年否认泰雅度假村违法占用国有地。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啊，都是完全依照法规去办理续租，占用国有地的部分，不是我们承租的范围，那个是未登陆地野溪的部分。那不过我们有去会勘过，不会再就是封路。不是啊，这件事已经是很久以前，他就是一直提出来，你知道吗？真的对这些事真的不清楚，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先不回应了。南投县政府解决者对相关指控拢无承认，也毋过高民署已经提出民事官司，更加拍算提刑事诉讼，互这件泰雅度假村的经营风波交予司法来定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近听歌说分明，在印尼正式启动第2阶段注武汉肺炎疫苗计划，因为总统也要求讲，所有符合资格的人拢爱去注疫苗，绝对袂当拒绝。另外，伫咧美国所有骨力清的阿兵哥，烦恼讲注武汉肺炎疫苗了后会出现副作用，却是拒绝注疫苗。另外，伫咧南韩的部分，2月开始注疫苗，头一批是使用阿斯特捷利康的疫苗，不过这回对象无包含65岁以上民众。为了打败新冠疫情，各国疫苗注射计划拢在积极进行。17印尼启动第2阶段计划，为公务员60岁以上长者、团员、保障人员等注疫苗，大约3850万人。Saya mengharapkan dengan ada vaksin ini, perekonomian akan lebih maju, ya. Akhir-akhir ini selama setahun sejak COVID-19, ekonominya lesu, daya beli nggak ada.Mungkin perhitungannya ya customer nggak berani datang ke pasar, ya kan? 印尼政府做法强势，总统佐科威发布命令，强制符合资格的人需要注疫苗。那拒绝会受到行政处罚，包括无法度领社会救助金、无法度得到政府服务，也会处罚款。实际法则是由地方政府决定。印尼目前做的是中国科兴成分的疫苗，每一个人需要注2剂。目前已经有146万医疗人员完成注第1剂。印尼政府虽然要甲阿斯特捷利康等药厂签约，也毋过疫苗拢还未到货。另外，伫美国社团处有真侪军人拒绝注疫苗的情况，互领导阶层真头痛，无用破除网络谣言，拍拼说服部队成员去注射。Many of them believe that they don't need it, that they feel they've had COVID or friends have had COVID and it wasn't bad, or they're very worried about the vaccine itself. They're afraid it'll have side effects, or that it was created too quickly and they don't know what it will do. 南韩是为2月开始注疫苗，为了安全考量，头一批阿斯特捷利康的疫苗暂时排除65岁以上高龄族群组。公司新闻0号路编译。
澳洲政府准备要用法规来规定 Facebook、Google 一寡所谓平台，若准使用当地的新闻，就要付钱给新闻媒体。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 ，Google 有甲澳洲的媒体达成协议啊。不过 Facebook 说是拒绝讲条件，甚至伫17个宣布讲会限制澳洲媒体伫 Facebook 顶头发布新闻内容，全世界也无法度伫咧 Facebook 顶头看到澳洲媒体的新闻。社群媒体头条面册网页显示，澳洲媒体新闻内容无法度铺文，嘛袂当看甲分享。针对澳洲政府准备依法规规定面册、Google 等等的所谓平台，应该付费予当地的新闻媒体。面册是做出反制，直接宣布限制澳洲媒体甲使用者分享，也有看澳洲甲国际新闻的内容。We're absolutely standing firm with the code. I had a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this morning with Mark Zuckerberg, and we've agreed to continue to work through some of the issues. 面册表示，澳洲媒体透过面册分享新闻，伫咧2020年赚超4.07亿的澳币，超是88亿的新台币。因为澳洲的立法误解面册甲媒体之间的关系。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Google 甲面册就占澳洲线顶广告的81%，所以牵制这项法案是袂通的。甲面册拒绝接受无共 ，Google 宣布已经甲澳洲的3大主流媒体达成收入分享的协议。The principle is very clear. Google and Facebook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digital ecosystem in Australia. They'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economy. We've made it clear that we want them to continue operating here, but we've also made it clear that if you do business in Australia, you need to comply with the law of land in Australia. 包括媒体头人美大的新闻集团，嘛甲 Google 达成协议，来付使用新闻内容的费用。新闻传播学者指出，大部分的媒体拢毋是主观的，是因为面册主导地位感觉有义务才加入的。澳洲政府是表示会继续来甲面册协商，公司新闻定为人变易。伫咧美国德州受到大风势吞踏，这几日拢大停电，连野生动物也有受到影响。当地有一间海龟的保护中心，本地就已经收留真侪海龟，所以因为天气变真冷又搁停电，赶紧甲即寡照顾海龟送到隔壁的会议中心去闪大风势，就是惊讲海龟会寒死。这3天以来就已经抢救3500只海龟啊。Day 3 of sea turtle rescue operations continue. We got power and water back at 3 o'clock last night. We are probably somewhere in the neighborhoods of upwards of 2,500 turtles. 德州南部帕德雷岛的会议中心的涂骹，世界看过去拢是海龟。15开始，隔壁的保育机构海龟公司因为收容率超标，佮加上寒流来断电，无法度增加救援，甲海龟转送来遮。特别活跃是0度的低温，一直有民众驶吉普也是卡车来，甲关甲袂叮当的海龟送入来。3天以来，总收容数量是超过3500只，差不多要甲会议中心的走廊涂骹拢占甲甜甜。专家表示，虽然拼死伫咧抢救，毋过有部分的海龟也是有可能死去。好加在会议中心的电17就开始恢复。另外，德州公园甲野生动物部甲其他的保育单位嘛伫咧海上继续救援。船面是满满的海龟，目前当地气温超摄摄氏45度，预计拜六礼拜温度会回升到15度左右，才会小连续来甲因野放。毋过，这个计划也是有可能受到另外一波方面来转来改变。桥头所来去南美洲，哥伦比亚科学家联合真侪保育团体甲原住民志工，伫咧对高海拔山区生活安第斯新营来进行史上第1届族群普查。原住民说，即个有特殊气味的药草，而且甲肉放伫咧岩石顶悬，真紧就去阴新营来。附近岛的猎野镜头嘛，拄好翕到即个画面。Conocer sus poblaciones. Necesitamos saber cuántos cóndores hay en el país y en qué estado se encuentran. 安第斯新营是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甲秘鲁等等国家的鸟类代表，常常出现伫南美洲的生物观测内底，去互当作是日头的使者。阿妈棍一连白色的模式真显目，两支是体开会当超过3公尺，计会当活到50岁以上，是体型上大、上长血寿的飞行鸟类之一。一般拢是只烂去的肉。嘛有可能会来拍拉活体动物。最近这几年，因为农牧业的开垦失去栖地，甲人为毒害威胁，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来做强要节种的物种，总数超敢若剩103只，所以有真侪国家推出保育计划。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讲
到缅甸的政治局势继续不稳定，但台湾要到1000个台商甲侨胞伫咧缅甸，台湾驻缅甸代表处赶紧甲华航协调，伫3月底进前会安排3台的救援班机去协助台商甲侨胞返来到台湾。 听到一声一声的庆声，缅甸暗时一群军人手提顶部盾牌，拿等石头拿开枪，想要驱散示威的铁路工人，互民众是惊到唔敢困。缅甸发生政变已经要半个月，真侪民众就加入反对军政府的作为，军队战车嘛驶入去市区内底，互局势继续动乱。 根据外交部的统计，目前还有1000个台商甲侨胞伫咧缅甸。台湾驻缅甸的代表处根据甲华航协调，原本定伫即个月2、1甲2、8有2班飞台北的救援班机，调整做干那2、1、1班。另外，渐渐伫咧3月14甲2、8，还有2班协助台湾人返来，互原本返来台湾计划受到影响的侨民表示，感觉真安心。帮助很大，因为其实这边也状况一直就是在改变，之前就班机就一直改，所以觉得说还是。 下一个班机刚好可以达成，就是说，很完心。12点到这个第二天早上9点，我们都是被断网路的，然后呢，通信比较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通顺，所以呢，当然老百姓对这件事情是恐慌的，这种的一个氛围比较混乱的时候，也有一些台商是有选择要回去这个台湾的。缅甸机场也是无开放国际商业航班，不过人道救援甲医疗后送等等的班机无伫咧管制范围以内。外交部指出，目前2、1的救援班机有5载乘客定位，机位也够有够。这几天下来，其实住处也持续的协助我们的国人以及有需要的侨胞譬如说有需要侨胞跟相关的机构来进行这个协调。外交部提醒，有规划要返来台湾的台商甲侨胞，需要赶紧甲华航联络确认，敢是会当如期来飞，嘛会继续透过代表处甲相关管道向缅甸政局来表达关心。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伫昨昏宣布讲，会聘请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做中央评议委员。NCC 表示讲，若准赵少康决定要做中评委，恐惊是违反党政军条款。NCC 虽会进行调查，若准有违反广电法，会当罚中共200万。赵少康也批评 NCC 是为着政党服务，若准犯法会提出行政诉讼。 中共董事长赵少康伫咧过年前恢复国民党的党籍身份，国民党17个宣布会增加来聘任赵少康来做中央评议委员。国家通信委员会是表示，若是赵少康接聘书来担任中评委，可能违反党政军条款 ，NCC 会开始调查。若是违法是事实，上悬会当处罚中共200万。光一个中央评议委员。 好像不值得 NCC 这样大动干戈了。你不能因此就扩大解释说他就是党务工作人员。民进党一党独大也不能一党独大到这样的地步。但顾问性职者不在此限。我们的中评委根据我们党章的相关规定，他就是建议性质、咨询性质的顾问，他没有决策权。 根据公布电视法施行细则第3条，党务工作人员是讲政党中庭组织结构明定职位的人员。NCC 认为，中评委就是国民党党中当中的明确职位。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是强调讲，中评委属于无薪水、无决策权的顾问性质，无伫咧这个限制以内。赵少康讲 ，NCC 若处罚，伊会提出行政诉讼。记者综合报道。 台大化工系教授李德忠去年去向检举讲，伊有去接中国迄边的研究计划，教育部调查了后，确定无经过主管机关的同意，认定违反两华人民关系条例，甲李教授罚30万。这也是教育部头一届因为大学教授违反两华条例，甲人罚钱。 台大化工系中心特聘教授李德忠去年参选大科大校长，被爆出嘛做过中国长江学者，佮牵涉主持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出资的研究计划。同时，伊发表退选声明，澄清家己依照规定无接受对华兼职合约。不过，教育部调查确认伊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罚30万。第一摆对大学教授伊违反两岸条例开罚。 以中国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名义主持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计划。那这些计划呢没有经过本部的许可，那经本部的查证属实。
教育部指出，这摆调查只对刘道中个人，无牵涉其他大学教授。刘道中无接手机毋知伊回应。大代表示，已经依照教育部现行两岸政策指示甲规定调查，各将调查处理结果汇报，尊重后续调查甲处理。台塑大证监所教授范世平认为，甲人罚30万，教育部应该是无希望引起大风波，阁想要抬价价高。这个杀鸡儆猴啦，也的确过去，但是除了我们这种法政类的会比较敏感之外，有一些科技类的、医学类，他们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敏感，就比较大意一点。范世平指出，中国科研单位差不多拢甲党有关系，有诶智库属于军方或者是国安单位，毋通讲是成人计划就连活动拢爱设置。即摆开发提醒教授毋通疏忽可能诶陷阱。教育部是表示，台湾公私立科研机构甲大专现职专任老师，无经过许可名参加中国各项国家基金、甲千人计划、万人计划这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过年了后开工的第二天，台股依然是涨呱呱。今仔日收伫16424点，起62点。不过外界也伫咧烦恼讲，台股的涨权全部拢是资金贴出来，恐惊会小破起。金管会主委黄天博伊也强调讲，因为台湾防疫有成果，经济成长的力头当然是有较强，特别是半导体产业，也要提醒民众讲，任何投资永远拢有风险。台股继续徛稳万六行情，牛年开工第一天依然强滚，指数一度冲破16500点关卡到16517点，创历史新高。不过最后卡收跌16414点，起62点，成交量3655亿。不过金管会主委黄天博提醒投资人要有风险意识。股市的任何阶段都有它的风险，作为一个投资人，自己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善于选股，做最好的这个决定。台股指数一直创新高，各界烦恼有资产最破坏问题。黄天博表示，台股除了受非全球资金政治优待，其实企业基本面投资到生产设备跟固定资产厂房来讲，也是历年来将近10年的新高。市场的资金是在充实我们的实体产业。台股指数对台积电股价起起伏伏，下出只靠几支宽达股支持，确实最破坏纪录。金管会表示，已经规划股票造市制度，而新加坡、韩国股类证券受影响，会计师者中介机构担任，造市者甲流动量提供者选定上市某一年流动性较歹，流转率伫后边，毋过体质好，每股赚超过2块的个股，差热冷门有一股，有股第一波有80到90间上市公司适用。IC 设计公司它的本益比达到了40-50倍了，因为传统公司只有11-12倍，合理吗？但是基本面还不错的公司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度。分析师表示，造市制度无法度让所有个股受惠，不过算因后有前途有一股，股价未比价股。富国新山明只有台积电大力讲，因为公司治理好、稳定协力的公司，造市制度上路了后有机会受惠。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大学的学测有一位考生，考试的时阵，伊炸一只蜜桃刺激考试，想袂到伊熊飞出来外口，影响到考试现场。大考中心考试委员会早起有投票决定，甲这位考生考试迄当时迄科目3级分。学测的头一天，英文科60分钟，台北有一间市场，有一个考生在蜜桃刺向后袂撞，市场人员开3分钟半来处理。这个市场延长考5分钟。面对国内头一届出现考生炸其他的生物入场，而且影响到别人的案件，大考中心用无记名的投票决议。赞成扣3级分的有12票，赞成扣全部积分的是有2票啊，所以这样我们是以扣3级分。被第7的主人英文科考3级分。也若受影响的考生安怎补偿？大考中心表示，已经进入申诉，今仔日未公开讨论。今年考区提报违规的计共765件，无早有效的证件来考试的有451件，上济；无关手机的是第2济。有考生考完试才发现证件落伫座位的涂骹，阁有考生把手机放伫同学的册包，发出声音。就是依照第8条第2项扣减3级分。那包包的所有人就是乙考生，不做任何的处理。
考试委员会决议，若无查有效的证件，就考迄一科1级分；若无关手机的，就考迄一科3级分。面对较无细致也是紧张的考生，地考中心表示，敢若会当请高中迄边加宣导。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拢伫咧抢武汉肺炎疫苗，不过就算疫苗也无法度保证讲一定会产生防护力。清大的医工所研究团队因即马有研发出一种快肽气片，只要滴一滴血15分钟了后，就挺好知影讲注过疫苗的人敢有法度产生防护力。甲试剂滴在气片顶悬，免偌久的时间，气片顶悬会甲你讲，你的身上敢有新冠肺炎的抗体，参一般民众踮厝内测量血糖同款方便。确诊的病人或是施打疫苗之后的民众，血清里面我们可以得知他的中和抗体的量的多寡。那比方说中和抗体的量多，代表相对应的施打疫苗之后的保护力有起来。台湾对外采购疫苗传出好消息了后，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嘛随针对注射疫苗了后，是不是产生保护力，研发出这款快速检测的气片，甲目前传统的方法比较，那速度较紧，费用嘛更较少。我们有很好的临床的医师，我们有很好的研发能力。那除了口罩国家队之外，我们能不能结合国内的业界的朋友、医界的朋友、学界的朋友，在政府的指导之下，我们能不能打造我们自己的世界国家队？这一次呢，就是再度展现全世界的大趋势，临床医学加上卓越的科技，是可以使临床医学各个层面向前迈进一大步。为要让检验的结果更加准确，更会使配搭这台会使随时扎在身躯边的机器，把气片插入去，经过分析，会使知影疫苗对人体的保护力发挥到什么程度。目前这套气片已经甲病医以及厂商合作，希望会当加速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真侪民众可能是也无注意到声音翕相的科技执法，伫今年元旦开始施行啊。环保单位即马开始利用设备，针对噪音伤过大声的轿车、奥多摆进行检举。不过，声音执法的机器也是无法度分辨环境的噪音。若准有几多台车做伙经过，机器也是不飒飒分袂清楚。今年元旦开始，声音翕相科技计划正式上路。设伫路边的机器会侦测音量超过标准的车辆，甲翕相检举。不过，交通倡议者表示，这套机器是无遐尔厉害，科技执法的能力应该受到质疑。他看到一台车经过去，然后他侦测到了很大的噪音。请问一下，这个噪音是谁发出来的？不可能侦测得出来吧？根据全国统计，今年元旦到新正过年进前，机器总共翕到6500台车，先初步推算出600台。经过人工判断，确定当时的环境了后，上尾只剩100台有可能开发。要判定它前后3秒钟没有其他车子在它附近，不然会有干扰。另外呢，我们会判定它的背景，然后有没有下雨，或是风速有没有过大。环保署表示，因为机器分辨声音的能力有限。所以机器执法嘛有真侪限制，亲像伫车较侪，也是讲环境较差的所在，拢无法度开发。也会有这个车流量的问题，没有错。可是这个是现在这个执法，就是用科技来执法的限制啦，因为你没办法判定是哪一台车。附近刚好有狗叫啊，例如说旁边刚好有选举的时候有那个扩音车经过啊，那这个当然要给它排除。环保署补充，若是翕到影像看到有改装烟筒管的情形，嘛是会通知车主爱来接受检验。针对即马机器执法的缺点，会继续想办法改善。记者郭碧君、张耀水台北报道。伫咧壁顶画图创作，伫咧眷村农村已经时行一阵啊，也造成真侪所在造成观光的热潮。不过画图的主题甲画什么款的物件，伫什么款的所在，也是真要紧。若种画伫人的徛家，引起人的无欢喜，也是会产生纠纷的。新北市政府特别针对着景观彩画定出标准，最近就会向各单位来公告啊。壁边画是孙悟空陪伴师傅取经的故事，不过煞画伫民众拍衫裤的巷仔内，网有彩绘墙头前机车插满满，互人看了无解舒适。新北市府最近就拍算针对景观彩绘建议实施的基准，希望美化城市景观的本意，莫变调。
办理这个景观彩绘的时候啊，还是要有一个主题性，然后融入地方的一个特色啊，文化啊，另外就是说也提醒大家说这个基准，然后也告诉大家就是说，在办理的过程，然后就是说要先从这个整体的环境去思考。市府最近就公告相关的基准，未来若是公务预算补助的彩绘墙，爱先改善当地环境，另外主题嘛爱配合当地的物产也是文化。有学者认为，彩绘唔是想要画啥就画啥，爱结合当地的特色才有意义。不管是从外面来的游客，或者在这个地方呢生活的居民，甚至呢成长的孩子，他都会因为这些墙面上面出现的这些地质、地形、生态、文史的内容来认知，说我是属于这个社区。学者嘛讲，过去彩绘眷村食时行，各地社区小侪模仿，不过伫日条提起了后，虽出现安怎维护等等的问题，嘛有文化界人士伫面册讲到前一阵啊，婚龄好买的眷村，去互人乌白乱做的代志，点出技术也是作弊，有时只是隔一条线。记者陈雅文、林玉凯，新北报道。已经过身的诗人顾德莎在生进前拍拼推动幼婴儿童台语文学杂志，伊过身2个月后，创刊号正式出版，即阵也已经出到第4期啊。杂志的总编辑希望幼婴会当对家己出发，加做全台湾各中以上学习囡仔学台语的文学读本。编辑斟酌对稿，就惊文章内底阁有啥物所在有错误。幼婴儿童台语文学是今年癌症过身的作家郭德莎在生时尽力催生的台语文学杂志。为2019年创刊到今，已经出到第4期，是家己第一本予囡仔读的台语文杂志。阮编辑群遮的老师吼，拢原来有负责为写稿啦吼，过来就是囡仔的散文甲因的诗，所以讲。囡仔，你要投稿来甲阮看一本，来学吼，你来看看，你看台语原来嘛遮好耍。总编辑韩婉表示，拄开始文稿的数量无介济，经过编辑群不断去学校邀请甲小解，目前投稿的情况愈来愈踊跃。我写的题目是华语过中秋，因为中秋节我足介意的，会使食月饼，然后会使看月亮。透过这个杂志的发行，互咱囡仔有一寡材料会当来做学习甲阅读安尼，所以对咱的囡仔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杂志。除了正做囡仔投稿的原地，杂志的编辑群逐期嘛拢会设定甲囡仔有关系的主题，希望学校老师推广台语文学的时阵，会当互囡仔更较有兴趣。为文山店开始来出册，我拢去学校。阮即种去校啊，或者囡仔来投稿，佮甲发红包，互迄囡仔迄个感觉讲，有迄个伊来投稿，有红包他摕有个奖励。有诶较特别，就是华语的字、台语有台语的字有诶国语无，安尼，所以我感觉台语较趣味。总编辑指出，只要学校会当提出推广教育的计划，幼婴儿童台语文学杂志拢会免费提供来予学校使用。嘛希望国家会当重视母语课程时间无够的问题。若讲华语一礼拜4节5节，咱台语一礼拜2节课嘛是要足少啊，对无吼？所以讲希望讲咱政府对这个台语会当重视。幼儿儿童台语文学创刊号伫高丽沙过身2个月了后正式出版，订文的对象是以全国国中以下的学生为主。总编辑韩婉表示，郭德莎在生的时阵捌讲过，幼语就是母语的幼苗，嘛是代代相传的希望。希望会当透过这本杂志，保存在地民俗风情甲声韵的使用方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人讲台顶3分钟，台脚是龟厝经，一定有真侪民众细汉的时阵，若看到人伫咧搬歌戏，拢会走去戏台边啊，偷看演员伪装准备。即马伫屏东的潮州戏曲故事馆，要举办歌戏戏赏的展览，但赶紧来拍开一寡戏人内面的秘密。讲到戏人，就是演戏人员伫咧戴服饰道具的箱仔。若是愈侪卡戏人，就代表一个叫小愈清。
气象内面是底什么款的物件，是大家上想要知影的宝贝。伫屏东的戏曲故事馆，这回也用戏人做主题，来看歌戏演员的各项宝贝。这次屏东戏曲故事馆，其实馆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以歌仔戏、布袋戏还有皮影戏这3个剧种去做相关的展演或是展览。那这次我们特别是以歌仔戏的戏龙乾坤去做一个主题，那主要是希望民众从以往在前台欣赏歌仔戏的这个角度，可以转往从后台，可以知道就是歌仔戏它的后台有哪些很神奇的地方或者是秘密。这回展览的服饰包含歌戏每一个时代无同款的风格，有台湾绣罗、镜皮啊，也有变体加电视歌戏的戏服，甚至连头叉也有传统台湾歌戏的小段大头，到叮叮咚咚的大头风啊，就是希望透过拍开戏箱的展览，让民众对着歌戏的戏台缩影，深深体会到台湾歌戏的艺术。那安尼生也有囡仔来参观，用浸水式教育方式，和文化教育对细汉开始。除了让我们民众了解我们的戏曲以外，我们更加让我们在地一些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我们现在潮州幼儿园让我们的小朋友下一代能够更了解我们在地文化、戏曲的文化。展览唔有戏箱内面的宝贝摕出来展览以外，还有准备戏服，通好互民众做体验。唔但会当参观，看是要装作是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体会到人生大舞台、戏台小人生的道理。记者综合报道。游玩来看到屏东有一个100年历史的嘉祖天主堂，已经爬远半世纪啊。屏东县政府有编经费来整修，即马已经整修好势的教堂，是当时咧推广屏东可可亚巧克力的基地。屏东的地理甲气候真适合可可亚生长，种做出来品质一粒一。利用屏东的可可亚制作的巧克力豆，伫世界得到侪大奖。吸引愈来愈侪人去到屏东种可可亚，地方家己创立的品牌就超过30间。不过农民业者拢是靠家己咧拼，资源无法度整合，技术产业无法度进一步发展。屏东县府为了解决问题，就决定甲有100年历史所荒废的嘉祖天主堂整修，当作推广屏东可可亚的基地。其实我们这基地最主要就是希望，就是我们可可家族，我们从以前到现在辅导我们的可可小农这部分，在产业运作上面，我们都非常需要有个空间。修复好势，嘉祖天主堂唔但提供平台，互种可可亚的农民互相交流，佮规划空间，要招厂商同齐为巧克力豆的产业来拍拼。当然，我们历年辅导过的这些的小农还有青农的部分，我们都会极力的邀约他们共同来参与，因为整个培植下来，他们已经有一个成熟的样态。要爱做生意，就要有人客。荒废半世纪的嘉祖天主堂，打正做台湾第一个公部门客庄可可亚园区。游玩佮保留白色的教堂建筑，建筑内有无共风格的市啊，传种种特色的餐点，佮有安排趣味的体验，就是要请游客到地突破产业的困境，展现在地品牌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对9度到21度，中部地区对9度到23度，南部地区对13度到24度。东部地区对10度到21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9度到2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